成勁爆年度男新人王咧？邊位咧？嗱，有個密碼嘅，佢最近咧有首陽光咩歌話，咁中間咪有啲英文嘅，你哋可唔可以一齊唱出嚟啊？1、2、3。OK 喎，吳業坤。巨聲幫出身嘅吳業坤擅長咧就係拎住吉他自彈自唱啦。今年有2首嘅代表作啊，原來他不夠愛我，以及係陽光點的歌都係空前成功嘅，只要聽到咧就會跟住佢唱噶啦。OK， 恭喜晒坤哥，唔該晒 Jam， 阿 Jam 不如咁樣啦，一場嚟到可唔可以同一班後輩講幾句説話，加好下佢哋同埋鼓勵下佢哋咧？我仲好記得自己16歲、17歲做新人嘅時候，所以我知道一路上可能要付出好多嘅血汗啦，然後要企喺台上面表演幾分鐘，可能台下面要好多嘅努力啦。但係其實揾到音樂呢一個成為自己嘅一個喜愛嘅事業，其實係好幸運嘅一件事，所以享受你哋嘅舞台啦。好，唔該阿 Jam， 阿 Jam 不如咁啦，我哋又一齊見證一下一眾嘅新人王同埋年度新人王佢哋嘅得獎感受，好唔好啊？坤哥先啦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係吳業坤。咁要多謝新城，多謝鋭哥，多謝我嘅經紀人公司 TVB， 多謝樂小姐，多謝 BY。多謝好多幫過人嘅我啦 ，TVB 入邊。咁要多謝我嘅唱片公司星娛樂，咁佢哋即係將我呢個夢想成真咗。咁多謝 Tommy G， 多謝 Anthony， 多謝 Persa， 多謝 Fly， 多謝 Steven， 多謝 K， 多謝 Isabel， 多謝 Gary， 多謝龍哥，多謝大薛生，多謝好多人。咁仲要多謝我嘅 fans 啦，即係大家支持咗我5年啊！有啲朋友我知道，即係希望大家繼續會中意我嘅歌，亦都多謝在場嘅所有人。係，我希望冇多謝漏啦。仲要多謝我嘅監製舒文寫歌 Larry Wong、林若寧、Eric Chan、柯震鋒、陳詠謙、朱俊傑，仲有阿 Day 好多人。Thank you。再次恭喜晒坤哥，跟住我哋請 Lilian 講下你得獎感受啦。